爱像一首歌，一首有头无尾的歌，有时快乐，有时悲伤，有时一寸孤单。爱像一首歌，记录咱的心情甲生活，有时清醒，有时怀疑，人生到底为着啥？我回头去看，雄雄才知影，咱的舞台爱用青春来换。我回头去看，人生过每一半。煞不知如何来唱这条歌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到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偌痛。一首歌唱啊唱袂煞，往事一幕幕亲像电影。有时阵为着度生活，就爱配合别人心情。一首歌唱啊心拢破，一字一句拢是拖磨，因为无人知我的心有偌痛。因为你嘛知，咱永远为别人地活。玉泽吼，无简单。第一届有人唱歌唱的，迄个目镜摕掉的，请问你是感动甲如何？规个拢起舞啊，起舞了。第一次有人唱个大萌，大萌啊！我这里的雾比较大，所以你已经是太紧张，啊！你汗安尼，哇，大尾一直流，啊，规个面拢安尼涨红了。但是这个就展现了一种很诚恳、让人感动的一种真心呢。谢谢。这是做真心，我做认真咧唱的，迄种的认真，互感动。你目镜一摕落来，我就迄心肝就插着啊，就讲哇，这个真正是足认真的，要甲这首歌唱好。你讲话一声，就敢若美人姐讲的，你敢若广播电台。那你的声都是这么的厚实，真高档。你声高，你若较低音的时候，你的共鸣一定要稍微做一些变动跟转换，假字音才袂遐尼柔，你的感情会变消薄了。你在共鸣上可以多加练习。那你的声音这么厚实，所以你的高音、你的关音呢不开阔，因为你紧张甲拢缩伫遐。规音拢缩掉嘞，嘿，不然的话，你的声音是可以很辽阔的，因为你是这样你要高档的声啊，所以是这一点比较小可惜。可是是日后可以练习的，你的声音真的很棒，有够高档。玉哲是啊，还是要给你鼓励。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棒，谢谢你的声音很厚实、很温暖。啊，你马下就大杠哎，哦，是就特色的一个歌手啊。然后，而且你的有一些。这个气音的唱法，我也觉得蛮喜欢的。好，那当然，因为今天可能也是紧张，也是因为这首歌能够让你展现一些比较重拍的地方没那么多。好，因为像你这样子的唱法，我们就会期待说，哎，是不是有一些
更令人惊喜的一些胖曲的点。好，那你如果说能够找到适合你表演的歌，我相信你会唱得很好的。好，Anyway， 今天加油，不错，谢谢老师。